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講時事。最近呢，北上消費真係好流行啊，好多香港人一放假就返內地食買玩。不過呢，住酒店呢樣嘢啊，真係要非常小心。今日要講呢單新聞，簡直係刷新我對衛生嘅認知啊！有位港人北上深圳羅湖口岸某間酒店住，諗住舒舒服服住幾日啦，點知竟然中咗大伏，仲要係嗰種諗起都想嘔嘅伏啊！咁到底發生咩事呢？事主啊，一入住嗰間酒店啊，凌晨2點已經俾樓上嘅高踭鞋聲嘈醒，根本瞓唔到。咁冇辦法啦，咁啊唯有換房啦。點知換咗房之後啊，更加驚人嘅嘢發生啊！佢啊，竟然喺床單上邊啊，見到有類似糞便嘅啡色污跡啊！大家諗下喎，你滿心期待咁去度假，結果咧發現自己瞓喺有排泄物嘅床上面，哇！嗰種心情真係難以形容啊！事主當然即刻咧揾酒店嘅職員理論啦，仲拍埋片留低做證據。喂，正常酒店見到呢啲情況啊，應該即刻道歉啊，即刻退款啦。錯啦喎，酒店啊，竟然啊拒絕退款啊，仲要係態度好強硬啊，最多只肯送一份嘅免費早餐俾事主啊。喂，大佬啊，瞓完你張咁嘅屎床，仲有胃口食早餐，真係好離譜啊！件事咧爆出嚟之後咧，好多網民啊都話極度嘔心啊，質疑啊酒店啊係咪根本冇換床單啊，衛生管理啊簡直係好差。其實內地法例係有規定一客一換一消毒，但現實中執行係點啊？真係得個天知啊！所以啊喺度提提大家，不想住酒店，如果想住得安心啊，強烈建議啊，大家好似網民講咁啊，自備一次性旅行床單或者帶個睡袋，咁係麻煩啲，但係咧至少啊唔使驚隨時中招啊！你哋又有冇試過北上旅遊住酒店嗰陣時有啲中伏嘅經歷啊？例如衛生差或者其他奇怪嘢啊？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，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去到影片嘅最後呢一刻，我希望大家都記住有一個好勇敢嘅媽媽，佢為咗保護佢嘅 BB，忍受咗4個惡魔1個鐘頭嘅肉體折磨，兼且到最後佢被淋上咗易燃液體，並且施以火刑。佢同佢嘅 BB 已經去咗彩虹橋，而呢一個勇敢嘅媽媽，佢個名叫黃黃，希望大家記住佢，多謝。